是台湾快木，是红款，红款，你可以问一下回答。有点像凤尾这样子的一个纹路，这是我第一个，而且是一个金黄色的，开启我对台湾快木的了解，然后也喜欢上台湾的快木。真的是觉得木材其实木材这是带材，因为台湾的快木它发展出特有的品种，所以它的香气、它的纹理，那也特别的这个不一样，非常的温润，而且这个里面的这个纹理散画这个非常的漂亮。台湾真正喜欢木头的喜欢这个木材的这个部分，我在想应该2万到5万人有，2万到5万人，那各种类型的人都有，各个行业的人都有，哪知道大老板，甚至于上市公司的老板也都有。那像我来讲的话，我是喜欢能够把这个化朽木为神奇的，然后有生命力的东西。这个我是比较偏好这样子的喜爱，也是一个朽木，那这位是雕刻师是张丰昌，我们在台湾算是雕蚂蚁的大师，这个老师傅已经往生了，算是也是他的绝品作，这个雕刻蚂蚁全部都是用快木做的，还有螳螂，然后帮这一块木头又加分。这个也是一个边料，一个边料一个年轻的雕刻师，他就会想到把它刻成一只鱼，这个鲫鱼，对，从这边洞穴这样子出来，他把它取名叫做石破天惊，金鱼的金，这是一个金鱼，如鱼得水，不止一只小鱼，其实整个外面这么一个头，这个是大鱼。也有海草，还有纹路花纹，这个都是天然的，两边都可以，天然的，两边都可以看天然的一个树皮。李庆龙李老师的雕刻的作品，我第一眼，当然是第一个是被他的笑容吸引，纹路刚好就在他的全身最重要的地方，呈现了一尊财神爷。这个有时候面有心声啦，那我们看了以后很开心。只要是看得很开心的东西，都值得珍藏。那特别是属于我们台湾这个土地，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台湾快木。来，先闻一下看看，你可以当我们的咖啡棒，搅拌一下搅拌一下。这个快木里面有精油，而且是最天然的，最天然的。那看你自己的味道，其实它这个还可以持续再冲泡。我知道台湾是有人把它切块，把它放下去浸泡，浸泡了那我是觉得，我们刚刚有，所以我们就当成是搅拌，喝看看。喝看看，试试。你喝看看。多一个味道，这不好买啦。这个看，这个是对，这是我收藏，有一块木头，那裁下来剩下的，是因为。特别为你们准备，所以我才把那个木头削出来的。这都是你自己削的。对。那剩下的部分，所以这个是剩下的部分。这个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我刚才喝的这咖啡快木，就是从这边削起来当为咖啡棒。还是有点味道，而且还有柠檬香的味道。一块也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木头。经过他的雕刻了以后，你会看到一个人非常的已经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风霜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成熟、阅历成熟，但是他一直在沉思，那个表情的感觉上是像一个非常惆怅那个惆怅，它代表的其实人生我们一定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生活百态，带给我们很多。从树木里面也可以看得到我们人生它非常的谦卑，
它要能够生长在一个这么险恶的环境里面，还能够这样子的生长出来，那茁壮，一直壮壮是不简单的。那台湾灌木里面也有很多都是朽木，其实有的是朽木丢在旁边，大家也都不知道那就慢慢风化。有时候会拿去给这个老师，雕刻师去雕刻，那这个就变成是把朽木，化朽木为金，那这个也代表了一个意义就是从这个这个真的是不怎么起眼的朽木里面，让它加分。我觉得人生很多都是这样子啦，东西碰在一起，就一定会有一些好的东西出来。那你不碰就没有那个缘分。那我跟我的这个喜欢的这一些的灌木的收藏作品，也是跟它碰在一起。碰在一起的话，就会觉得有那种感觉。这个我是觉得，人家说的是缘呐。